来，今放送开始啊！你这个皮我真毋捌看过呢，我刚刚看过另外一个。这个新的啊。这是，所以这是你头一摆用啊？哎呀。哦。这我这摆放松进前，就还咧有咧。要咧揉。要咧。啊，你敢要电一下？要咧电。头有看到你有迄个虎牙做古锥的，真正古锥，即个当讲啥物？兄弟，你做胖的。无啦，小等你甲我 me too。听讲你头仔放松开始进前，你走去摕饮料，你甲分享一下你摕啥物饮料？我摕啥物饮料？对啊，是咧别人讲，敢有可能？今有刚上好久啊。无呢，好，安尼莫讲好啊。生活泉水包装饮用水。哇，你这真正有呢。但是最近做健康的。所以你真正啉，所以你头仔讲你要摕饮料，结果你摕白茶安尼，水安尼。我最近拢无咧啉饮料，毋过要讲嘛是拢讲饮料。所以你一直拢做健康的。哇！非常的健康。哇，甲啥物阿慧无共款啦。我其实我会当甲你分享的，就是我其实最近嘛是有想讲想要较健康的。我平常时就逐工拢有咧食咖啡，毋过平常时我拢食拿铁，拢是有牛奶的。今日我著食迄个无牛奶的，结果我著落屎啊！哇！可能心酸，真正诶，头拄咧敲互你进前，我咧走便所。哇！老师，听老师。毋过这就是运命来创治啦，这嘛是无法度。像叫我平常时拢毋愿意食苦咧。咱今日真正是完全拢无设定好要讲啥哦，所以咱今日真正拢是黑白讲哦。刺激。刺激吼，刺激。你永摆拢，我会记得你永摆有，我看你诶频道毋若有讲笑亏，你嘛有参加迄个演讲啥物诶比赛对无？嘿啊。就是，我第一摆参加演讲比赛是国校啊2年诶时阵。哇，少年，足有出脱咧。迄摆比了，就上新闻啊。哇，真好呢！我拢无上电视。尾啊，消息一两档吧。消息伫电视一两档了，我就开始做 YouTube 了后，搁迄个公司找人来。所以你是先迄个演讲吊顶了后，你才创你的 YouTube 频道哦？我 YouTube 的频道是5年的时阵，我哥哥咧问我讲，敢有想要做 YouTuber？迄阵你就甲印好安尼，结果就变安尼。变安尼。无啦，就是做，因为咱做这种创作者有一寡要安怎讲压力，也是啥物责任感，这嘛毋知影要安怎讲。就是你开始做创作者了后，有时啊，你就甲一般人的迄个思考的方式可能就无共。就像我，就是我逐工做啥物代志，我都会想讲我后摆敢有机会甲大家分享啊，要安怎讲啊？有诶无？可能我较甲黑白想济啊呢。你有伫你的推群问讲新的皮敢有古锥？安尼我嘛请我的观众朋友讲者，敢有古锥？我会开灯票投票。要来点我的喙齿。好，你来点你的喙齿。我来问我的观众朋友，绿地无我毋免投票啦，讲足古锥的，水。其实讲到新皮，其实我嘛有咧想讲，我其实因为我主要是想妖怪嘛，因为我无细时走去异世界了后，就变做一个型。我有想讲，
凡说后摆若是有机会，嘛会使变做人形。嘿，啊，毋过我无钱。嘿，我嘛无钱，你嘛无钱。我今年办比赛开7万。哦，了。安尼有影是啊！你这7万的拢开了安尼。系啊。哦，啊你哦。而且这是还有一寡钱落来，无头先应该爱7万5、8万呀。哦，所以是有个人有互你犹太安尼啊。系啊，这规个赛事的钱，加我有的赞助商的钱加起来要10万。哦，安尼。不然，迄奖品加起来就超过10万啊。所以奖品是赞助。4060泰。哦，你奖品是赞助商，互你赞助的呢？系啊。啊。我干那出奖金的钱。哦，安尼嘛是介济。哇！你办比赛敢有啥物心得要来个分享？敢有啥物心得？神经病！你若毋是钱足济，真正莫来办。我嘛毋是讲我钱足济。哦。这摆办了真正无钱啊。嘿。哦，原底叫是会使办了发现毋好安尼。办了发现夭寿。对。无钱啊。真是用爱咧发电吼。哪像足侪做 VTuber 的人，嘛是安尼讲，就是讲无代无志，莫来做 VTuber。真正，无代无志，莫来做 VTuber。你感觉做 YouTube 频道敢袂使？就是讲无做 VTuber，若做 YouTuber 敢有较好？看你对家己的外表敢有自信吧？嘛对啦。毋过哪像嘛，有的人是挂迄个，就是甲面藏起来，戴面具啊，还是讲头套啊，是安怎的嘛是有。这有的人是为伊的头到伊的骹，伊拢无满意，所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我嘛毋是讲 VTuber 无因本人无水啊是安怎，因为我私底下看到有诶，我是知啦，较熟诶 VTuber 的朋友，因回下骹诶人嘛是缘投像我呢。对啊。哦，有啲意思。大家拢美女呢？包括你对吧？你私底下嘛是美女啊？我哥布林啊。你哥布林？我咧，安尼我得。你是想啊？我想啊，有理，对，我是想啊。就想啊人莫问遐济，想啊莫讲遐济。其实甲大家分享啦，其实我逐摆要联动的时阵，我拢足紧张的，对无？头拄我甲你讲，这几天来同紧张的是我生日迄天的直播。哦，迄天对，迄天就是迄个有土袋迄天嘛。系啊。我会记得我迄天足紧张。啥？因为你看着足侪人来。无因为我感觉迄是一个足重要的活动。我迄天我头先6点才要开始，我头先5点5才要开始。我就足紧张，就一直看阮朋友，一直伫我的 Discord 内面讲，我足紧张的，要6点啊，干！对，我记得的时阵嘛是安尼，就是一直讲。对，一直讲哇，我足紧张，要安怎？你的朋友来甲你讲莫紧张，你就愈紧张。有影呢。我最近发现，你若一个人做赶紧的时阵，你甲讲慢慢来，伊会愈做愈紧。对，伊会搁较紧张。
嘿，有时咱讲啥物拢毋对。所以阮总好今仔日赶功课，我们是规个讲慢慢来。你敢调工诶？我咧帮助伊，哦，上较紧诶。了解了解了解。那我就甲讲，哈，你豆豆仔来，无要紧哦，真正无赶哦。你功课免写啦，老师等下袂检查啦。结果今仔日老师真正无检查，哦，安尼哦，无检查着我迄摆，伊迄摆有检查着。还有即种代志？你啥？你是甲老师乌西啊？较乌西。无啊，你是你是运气伤好。嘿啊。安尼恭喜。我的头毛咧，倒倒边是毋是卡着？你讲倒边啊？是毋是？入去 OBS 内面有卡掉？卡掉，我遮看起来，对呢，安尼我开较大个，安尼敢有走去？哦，安尼应该有，安尼应该有。好，耶，安尼就是完整的，无互我切一地绿地。我哪会感觉咱换这个画地速度有影足紧呢？安尼咱个换一个，咱无规起来挑战，讲看会当换偌紧安尼。咱换紧。5分钟一个画地安尼，赶火车啊！我记最近中岛等讲啥？哦，所以我上介意即种话题，这就是毋知影要讲啥时阵，我都会讲。最近中岛顿食啥？我最近拢较晚才起床，所以我头一顿就是中岛顿。啊，我今仔日食迄个叫做乌链，超香的乌链，就是关东煮。啊，安尼会饱？哦，我毋若食迄，我阁有食迄个叫做啥？佢啲嘛是迄个米泡的啊，就是迄个咖喱饭啊。我甲阮牵手带做伙，所以阮就公家食。无我其实可能嘛食袂了遐济，嘿，对，就是安尼，毋是咧等吼，就是我的耳孔他拄啊死咧，死咧。嘿啊。有你等着。歹势，我毋是调工的。所以等我来大家检举安尼。啊，你中昼顿你中昼顿应该拢是伫学校食。食学餐啊。哦，啊，迄咱家己去买啊。哦，家己去买。嘿啊。啊，恁学校有啥物？有自助诶。哦。自助诶的意思。都自助餐安尼嘛？哦，对啊，对，就是自助餐啊，还有外国料理啊。哦，所以若是自助餐，伊是就是用称的啊，看偌重安尼。无，伊是用目睭看的。哦，用目睭看的，佮会当所以，我若伫这间学校读日语。我搁咧读，纯粹读建筑。啊，了解。没有基础，地价伊是三家菜，啊个饭嘛，安尼50块。啊，我为着要食较济项诶，会甲菜下骹搁创另外一项菜。哦，巧呢，所以伊是安尼哦。啊，你要起吼？看进前，你甲会先用便当盒啊迄个挂甲试落，互伊变，无伊会看你夹伤济，佮甲你加钱。哦，哇，真是读见着。煮菜嘛是家己用啊。煮菜就是肉迄种诶。你讲肉迄嘛，我拢无咧个。哦，我就是讲你是要甲迄个肉，还是啥物煮菜，就是。放伫迄菜下骹，很捌咯。无多。饭伊是先家添好。系啊。啊，无怪。哦，安尼。我嘛最想要家己添饭。
哦，因可能惊讲有人会安尼。我应该逐件去拢爱先看卖底饭的是对一个，因为迄个阿姨逐件饭拢甲阮底甲做甜，啊，另外一个伯啊，吼，我来想一个较好的比喻，哇，伊会甲麦当劳的小薯硬铺这大薯的量。哦，所以你迄个饭就是嘛无偌济安尼较，系啊，啊另外迄个阿姨是底甲迄个饭，坏呢，惊你会枵，嘿，或者饭较俗，不要紧。哦，安尼恁外国料理是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甲自助餐是无共的。无共的。哦，啊，你有啥物料理？我无咧去食，我无去食迄间。哦，较贵呢。因为我有一摆食了，我伫我的 Discord 叫伤歹整，还是无卫一生。下泰式椒麻鸡。嘿，泰式椒麻鸡毋是拢外口一层甜的皮吗？啊对啊。啊，啉迄个椒麻酱去啊。哎对，迄一定爱。因为伊讲泰式椒麻鸡，伊旁来的是，伊迄较像川味椒麻咧。哦，川味我较无咧食，啊，迄是就是伊个鸡肉是用迄款做搭的鸡胸肉。哦，鸡肉丁。哈，哦，像宫保鸡丁迄种。伊迄较像宫保鸡丁。做搭的。我以前想讲奇怪，伊是毋是送毋对？结果坐我对面迄个同学，伊嘛跟我点共款嘞。摕着嘛是生共款的。无，伊重点毋是我经歹写是安怎？伊顶悬在写泰式椒麻。送来的是无共的物件。伊毋是歹写，毋过。就是根本是无共的。系啊。所以伊毋是做毋对，伊就是。伊毋是做毋对，因为阮尾啊，阁有同学去买。结果嘛是生。款拢，系啊。夭寿。阮高中迄时的学餐嘛袂歹，毋过阮无迄个自助餐，阮拢是用点的。阮有便当，阮阁有啥？就是面，就很像面店哦，就是有一般迄啥物牛肉面啊，阁有啥物，迄个做啥大面啊，还是迄个麻酱的麻酱面嘛有，阁有水饺，嘛是趣味啦，你点面阁会当迄个加钱，就会当加迄个豆干啊，还是卤卵啊，还是海带啊，海带啊。袂歹哦。阮学校今仔日阁有市集。是咧卖啥？食的还是？食的嘛有啊，服饰嘛有。哦，卖啥？可能衫阁有耳环啊。阁有迄文青市集，毋是咱有迄手工娃娃。手指啊，花链啊。系啊。就是一寡无好的物件，袂当安尼讲，袂当安尼讲。作水嘛是一种好。文青啊。无毋对。你我就是伊头前迄区拢是文青区的，我拢去后壁食物件。后壁有食的。后壁今仔日看到的介济项的。今仔有塔可亚基啊。塔可亚基水好食。还有飞机丸。飞机丸啊，无飞机丸。我白听。还有啥物？我上爱食飞机丸。飞机的，伊甲章鱼，伊甲章鱼烧内面的章鱼换做飞机。
我记得是一般塔可亚去，我有听讲有做者塔可亚去内底无塔可。无，伊是两间。哦，两间我看着迄间的时阵，我想，干啥小？什么意思？所以伊就是无共的两间店。无共的两间，无共两间。还是？还是直接甲，就是直接甲你讲，迄内底是飞机安尼啊？伊个平面就写飞机。哦。小丸子安尼，花枝小丸子。系啊。哦，伊是做老实的呢。安尼袂歹，伊拢有甲你讲内底有啥？迄边啊，雪山的好偌济。啊，你讲哦？系啊，平湾雪山的也讲泰式椒嘛啊，上来是。上来变做迄个川味安尼。伊不管上来偌好食还是安怎，伊上来毋是我点的，伊就是喷。好，了解了解，你有影就是你若无食，就真正变做喷嘛，无毋对。我会食，我是。还是爱食。毋过开啊！唉，了解。要袂过伊食。切心的感觉，就哪像互心爱翻倍。食到尾了的时阵哦，你讲我食到尾了的时阵，因为我伫现场食。你讲食到尾？伊甲我讲，我原话转述，我用伊迄阵的口气。OK。那个弟弟啊，那个我刚刚在添你这碗饭的时候，那个饭没有添很多啊，你要再跟我讲，然后再帮你添一点饭。我想讲，等下下晡有代志，安尼我个添寡好啊。结果咧？伊当下添白饭尔，无酱啊？无。哦，安尼袂安怎食？伊就是感觉你作妖的啦，就是感觉你食白饭嘛食会落啦。我刚伫我的 Discord 的聊天室，有咩啥在分享？毋过你安尼是要安怎？你迄就是人拢甲你添饭啊，你若个无食，安尼看起来嘛是怪怪。还是你无咧要紧？叫阮同学帮我食食的。哦，惨。有人讲交瓜，有人讲南瓜盐做饭圆，毋过你讲盐，我毋知你咪厨房甲做，迄罐盐起来。你得甲讲，我毋敢袂当互我一罐盐安尼。你等下走入去。我之前伫迄个 Threads 顶边有看到一个人，伊就是去，回头伊嘛是去买食的。伊就是要点一个餐伊哪像啥物铁板面还是啥物货？回底就是内底有一个煎蛋，伊就问头家，头家就甲讲无啊，伊就讲是安怎无啊？头家就讲我今日无想要煎蛋，就是有人毋过头家就讲我无想要煎蛋，下骹就有人闹话讲无，你就规去行去内底，行去厨房，行去灶骹甲伊煎一个蛋安尼，我毋知，就是。雄想到，看到这个文，哇！哦，所以是因为安尼，所以你就拢无咧食迄个自助餐以外的物件就对啊。系啊。哦，你拢无食肉，安尼就是敢若食菜尔哦。系啊。安尼敢袂晓？还好咧。你是咧省钱啊？7万啊，对，7万啊，头都疼的。哇，你遮细汉的，遮少年就开始创作，开始遮少年就开始咧散车。遮少年就开始咧散车，有影呢，开始咧摇北斗。哦，介可怜。那会遮可怜？加油！无要安怎？我这嘛是
无啥物钱啊。所以你真正是为着要升级，才无咧食。我发现，哦，我用台票会当甲未来投资啊。哈，你讲台票啊？先小寡钱吼，尾来家己，以后家己。哦，互未来家己过了较舒适安尼。先小寡钱互家己。哦啊。先加减小寡。一个月，小50个月紧走。看觅啊，以后若是敢有利息人领。这嘛有利息啊？那无你规气先买迄个纸厝好啊。先烧，不是，若是烧迄个金纸嘛，有迄个，不是人过往的时阵，会用迄个用纸的迄个厝，还是车，还是做一堆，互你先投资房地产嘛是会使，后摆去另外一个所在先税厝互人。我之前是咧做纸扎呢。敢有影？正常来讲，迄个叫纸模型。靠啊！毋过有通嘛？有通啊！你迄会使？我迄阵，我要来讲一个介秘密精彩的故事。咱讲是咱单位，因为阮之前有咧摆 CWT。哦。嘿对啦。迄阵就是有一个人就过来甲阮讲，因为阮之前有后一只古来的模型。对，我会记，我想起来你迄阵有破文啦。系啊，伊就问讲，这只敢会当卖？因为阮正常是无咧卖。哦。最好诶，咱拢卖材料。嘿。伊就问讲，迄只敢会当卖？嘿。阮当然是讲袂使嘛。对，通常嘛。要出偌济？你听到尾啊，你会无想要出做悬的钱？什么意思？迄只正常会当卖到5000。嘿。阮就甲讲无要卖，伊就摕，伊就为伊个北底仔摕伊个手机出来，互阮看一张相片。啥物相片？因女朋友超伊。哦。灵堂的相片。嘿。伊就甲阮讲，因女朋友做爱久啦。哦。这只敢会当互伊？竟然是安尼。哇，这个查甫诶，足好呢。嘿啊。就买咧。就买阮2000块卖伊。我虽然安尼讲对恁足无尊重，毋过我叫是即种故事落尾就是送互伊，结果是2000块。我已经了3000块啊。嘛对呢，嘛对。好啦，这嘛是这嘛是特别的故事。我之前是逐件动漫展拢会早迄只出嘛。所以是恁卖迄个材料是恁设计好的。迄就变做展示品安尼无要卖。你会当出钱，我帮你做起来。看要出偌济安尼。毋过我对古啦普通嘿。无啦，我讲。你讲。这个想法的。听起来是袂歹哦，听起来是会当，若是后摆要出周边的时阵，会使考虑者。我一直有一个出周边的这个梦想，你敢有出周边？我的周边。对，你的，爱有你的面呢。敢有？对啊，我想我哪像毋捌看过呢。你敢有想要出周边？我
我应该等明年。明年啊？明年我2.0出来了。哦，啊，你敢有先想讲要出啥？朋友啊，还是应该拢是出朋友。通常拢朋友嘛？系啊。我嘛是感觉朋友是一定爱出，啊，毋过我就感觉讲，大家拢有出朋友，敢会伤过普通安尼，所以我就会想讲，看下敢有啥较有第一项就直接出挂做啊。哇！啊，毋过较贵吼。迄阵伫动漫展实在做侪抢上。啊，你是要出你的？系啊。哦。你真敢有咧伫我的推去？我即摆都罕得看别人的台。无，我是讲即马。哦，我有咧看，我有咧看你的推去。我最想要出的手柄下骹迄张。哦，迄张较晓的。嘿。哇，你要行即个路线啊？前几工人送的。啊。哦，你要卖吧？你要变卖肉的。哦。卖大腿。哦，卖大腿呢。伊迄张的腰画了最好看的。腿嘛，骹腿嘛袂歹啊。我家己看了拢。拢。拳头尾拢定啊呢。啊。啊，莫讲。拳头尾啊，袂啊啦。拢做满意啊。拢做满意，好。加在我生即个型，应该是无人会画我的迄个有诶无诶。有啦。有啊。米雪露无小心有你补的。哦，一般会报出来。你可能你的箱仔内面会存一寡触手出来。我对触手我还好。啊？安怎？别使。你会当存你的机器出来？你做泰哥的呢？了。做泰哥的，有影做泰哥的，救命！哇！我顶头还有一个蜡烛，哇！安尼多好。毋过你装的是米雪露的腿。啥物？米雪露的啥物？腿啊，骹。你讲我食米雪露的骹呢？系啊。你若补落毋是对腰遐？不一定啊。通常即种的，毋是拢是人要看迄箱仔内底有啥，所以应该是头爱伸入去啊。对啊，伊。你讲腿伫外口啊？箱仔可能较深嘛。规个人都入去安尼。对啊，所以毋是干那剩腰伫外口。你要入来看无？我想要变你较捌你呢。我因为咱人无都看着家己生啥物型，所以这叫做崩关驾轻。所以就是你还未甲人嫁过。对啊，我是迄个做咩安讲？做斯文的，做对大家做尊重。你创啥？你话食看卖大腿排啥物滋味安尼？我买当一点关烧。哎哟，烧哦！尻川要烧起来。来较定呢。所以拢你平常时拢看即种的呢？无啊。无吼。加减有看到啦。加减有看到，就是看伤济才会看到。无啊，宝箱怪毋是拢。前一阵仔福利连的。对吼，他像迄阵做，敢袂当讲做受欢迎，做定互人讨论。系啊。毋是有迄个，伊是有模型对无？有啊。都有人甲迄个野原广志的卡，放伫箱仔内底。你敢有看到迄个图足好笑的？真是天罚。会介即款口味？无，广志也袂使。各位观众，安尼恁知影吼？无，就
后一个话题，好，呵，再来后一个话题是，我暗顿拢袂咧食的。哦好，头拄仔有讲中昼顿，要食，要讲暗顿安尼，你暗顿拢袂咧食，系啊，你是断食哦？我就高中的时阵，我6点以后就要咧进食。你是调工的呢？系啊，你是在减肥哦？啊啥啦？我若真正要食暗顿，就是6点进前食。哦，我就是甲家己规定讲6点以后莫食物件。哦，哎，就真正是断食啊！因为之前有听过一个理论是讲，6点以后食较容易大箍嘛。哦，你惊大箍？嘿啊，即较食宵夜较我是较大箍共款啊。对，因为我会记得因为讲一个时段了后，尽量莫食物件啊。无你身体无法度，迄阵已经毋是你咧。就是伊要下班啊，你要休困。系啊，你的身体要下班啊。啊，我嘛有听过类似的，就是讲你一工食物件的即个时段爱伫迄个8点钟以内爱食了，啊剩16点钟，互你的胃肠休困。有听讲是安尼对胃肠较好。系啊，毋过我做袂到。暗时拢会枵啊。对，喙会痒啦。你听，我下捌倒枵就无口香糖，哦就是啉水。哇，无所简以我单。口香糖的耗量其实足大。哦，啊，毋过迄内底嘛有糖呢，还是食无糖的？哦，你食迄袂大颗的就对。嗯，哦，哇，健康朴素呢。无我其实嘛无偌健康啊。啊，要安讲，你拢无咧困呢？讲着困，因为阮学校我参加的迄个社团，嘿，课爱上到9点，哦，夭寿。啊，昨就是上课，嘿，所以我无通去约昨就是啊，因6点的时阵，因会做伙食饭，啊，因就问讲，为什么你都不吃饭啊？啊，大家去大家去用念，因为迄阵我正常来讲，即马已经是我有可能是我的睡眠时间啊。哦，这个时间，嘿啊，啊，你是几点起床5点半。哇，足早的呢。所以你平常时是9点就困，啊5点来起床，安尼嘛有8点钟。我有一段时间拢无咧放菜啊，迄阵是逐工拢6、7点就困，哦，迄阵我咧歇困。哎呀，哇，足早的呢。我嘛讲，啊，你是已经惯势，就是困较久安尼。老人啊，老人毋是拢无咧困，老人拢是迄个，我知老人影老人拢是，嘿，我知影老人拢4点就起5、床6点就困啊，啊4点起床。啊，早困早起安尼。哎呀，我知影老人拢是，阮兜的老人拢是，可能嘛是11点、12点才困，啊，毋过4、5点就会当起床啊。我是感觉一件代志足奇怪啊，毋是自细汉拢讲爱早睡早起嘛。嘿啊，啊，我真正早睡啊！今摆一个老师底下，你为什么可以要那么早睡嘞？你为什么不能多省一些时间拿来读书嘞？靠腰啊！我若无遐早困，我毋是隔工伫恁的课顶员困，啊，毋是拢共款。对啊，
安尼搁较迄个，就变做你课无，你上课无上着，啊，转去家己读，安尼就本末倒置。安尼我何必就过来上课咧？对，有影呢，有影呢，有影呢，奇怪呢。刚才我即摆已经无伫学校啊，吼，我想要几点困，我就几点困。我即摆其实差不多拢3、4点来困，啊，加顿工若较早就10点起来。啊，我若因为我最近其实较会困袂去，啊，我若半暝困袂去，可能就拖到5点。啊，我若5点困，我过顿工就12点才起床，安尼才困有7点钟哦。我无咧看困几点钟啊？哦，你无咧看？我有一摆3点半遐较困，3点外遐较困，结果我过工嘛做有精神。哦，你要少年啦。无啊，我若7点困，5点起床，迄拢足忝。对啊，有人讲是你若困较济，你可能会较忝的。有个人是安尼讲，你就是困超过你平常时的迄个时间。所以我正常来讲是我一工敢若困3点钟就好啊嘛。我有听讲，逐个人就是逐个人你困的迄个需要的时间是无共的，这真正是无一个标准啊。有个人真正就是较特别，有个人真正就是困3、4点钟就有精神。不过我感觉我莫摕我的身体来对，哎呀，莫黑白饲。等下试的可能的明年就看袂着我的20年啊。就无周边啊。我的米皮单比我的兵马俑。可以当安尼讲。迄就量早做一个 AI 的。有影呢，反正我嘛会当做一个 AI 伙计。后摆我就免上班。咱即摆进来训练一台会晓讲台语的 AI。对啊，这咱足需要的呢。无迄个，咱若是做迄个中文的影片的时阵，咱会使直接叫 AI 甲咱拍字幕，啊，台语无法度。阮遮有人讲，你若明年真正无去，你就会使用着你头拄讲你迄个投资。安尼利息可能要袂，要无够济，你无满意。系啊。好哦。嘛爱看卖啊讲汇率。反正佫会靠钱诶。系啊。对啊，毋知汇率偌济。无较贵气啦，都小厝啦，厝会当说互人，毋过人敢有需要。现在无要小间银行。哈？你就小一个银行就好啊。有影咧，家己银行家己去抢呢。哇！你若是做有创意，你要烧啥拢会使呢。要烧派出所。烧派出所创啥？掠家己。警察要搞我掠，我叫警察去掠警察。你规气烧迄坦克、战车、烧时光机。烧消防局诶。烧迄刚烧会掉。哇！开始毋知咧讲啥。毋过这就变做是迄个叫做啥哲学哲学问题，毋知影到底。你这段要加你，我感觉这段应该袂当加。放送出去啊！各人作业，各人。无啦，我是讲你会笑出来。我会笑出来，会使。我感觉今仔日黑白讲话的部分足济啦。有足济黑白讲话会使加的。哇！小等者，要是较虔诚的，莫黑白讲我有诶无诶。我有诶无诶足济，毋过爱用中文来讲。嘛是会使啊。
你若想要讲，在你讲，啊是你用日语讲好啊？你毋是咧学日语？啊，毋过我听无。哦，日本語話せません。哦，你日本語話せません。我没有讲。私は日本語聞きません，是这样讲吗？呀，听不懂啊。听无です。那英文呢？日本語あまり上手ではありませ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讲就是，恁爸日语怎烂？哦，啊，就是较歹的讲法就对。无啦，无恁爸啦。我想讲日本话，我计是你日本话内底嘛有做歹的。日本话若要做歹，毋就是哈？哈？对因来讲，哈就做歹。对，啊无咱来讲英语啊。Sure. 咁样 No. I can't. You can. You. 我是罐头吗 ？Can. Okay. You You are. can open a can. Can. 你刚才有一个 Can you open a can? 有一个英语名嘛，或者 Can. Camper. 哇，你是 Camper 呢？Camper。其实我迄阵学这个名有一个意义。啥啦？要做啥物拢会使。所以你是先想好。我这个名是家己学的。哦，你家己学啊？你是先想讲你要做啥拢会使，所以才学这个名。还会学 can 的，哎呀。哦，袂歹。我的名嘛是家己学的，啊，毋过我都学白学。我就想讲，我想要有一个做热情的感觉，就想讲好来一个会好啊。就安尼，嘛无啥，就安尼尔。还佫有一个做热情的。热情啥物？灯火烧。灯火烧，灯火子，灯火烧。做一个啥物？阿火兄弟安尼。拍火兄弟应该嘛真烧。单庆记啊！哇，这唔拿烧哦，这安怎？这互你无病无听。哎呀，迄阵，无我已经袂记得我迄阵号名时阵，佮有想着啥物其他的名，我真系袂记啊。单岩浆。单岩浆啊！安尼感觉迄个动作足慢呢，慢啊流安尼。对啊，人讲跟我的喙烂共款。啥物喙烂？你这个皮佮有喙烂？无啦，我讲慢慢流。慢啊流安尼。啊无慢慢，佮会当流啥？目油。目油会使啊，会当流啥？流汗流。拍甲唱流目油。对，你若有血，你就会流目油。像我啊。我高中的时阵会流目油呢。啊，有血啊！你是读册读甲伤认真啊？算 Apex 算甲伤认真吧。哦，读 Apex 读甲伤认真。了解。阮厝邻两个囡仔，嘿，哥哥升 A1，我升 Apex。拢是 A 做头的。啊，内面阁有 E。哇，袂歹，咱这有得啥？有这迄个亚洲家长上爱的 A。对，拢是 A 双 A， 袂歹。哇！我最近在转职 Adobe 战士。Adobe 嘛是 A， 袂歹。亚洲家长的骄傲。一个 VTuber 叫瑟西恩。首先我知啊，毋是你的好朋友。我是伊的师傅。你是对，伊拢叫你师傅。Adobe 师傅。哦，原来是因为安尼哦。我叫是 Apex 师傅。Apex， 学一工就无学啊。哦，安尼哦，Adobe 继续学。系啊。哦。啊，毋过伊毋是有 EMP。
所以，嘿，这段路程特别困难。哦，所以伊是迄个伊的能力甲迄个电脑咧相拍呢。系啊，哇！伊敢有试过用乖乖，还是乖乖无效？伊迄可能爱规箱的较有效。为什么会使来矛盾大对决？怎么有试礼貌过？啊，我甲，我是伊的观众内面开上侪钱来试验这个物件的人。哦，敢有影？你知我迄阵就无信邪讲伊的 EMP 足强，嘿，我甲伊的朋友下伫我的4090电管。嘿，甲你讲，即马我的显卡是4070，你就知影迄张发生啥物代志。迄张就去一个无病无疼的所在。系啊，哇！我记是你讲开足侪钱，是讲你直接赞助伊一箱乖乖。无，无，你直接甲你的显卡上照。哇！所以其实你嘛会当教，你会当，所以你嘛会当做阿多比家教呢。系啊，你要学无？我会当教你 Premiere， Premiere 我平常是有咧用。我会当教你一寡撇步呢。技术，一寡撇步，哎，迄是人下伫25000个课内面呢。你讲25000哦，啊，好，咱会使私底下交流者。我算你个先来，嘿嘿。我毋知有啥物物件会当甲你教，我搁爱想者。我其实今日要开台之前，我下晡咧做迄个英语的家教。哎，嘿，啊，毋过我足久无讲英语啊，所以嘛是淡薄仔紧张。我无英语的家教呢，哦，真诶哦，你搁开钱去上课？实验。哦，敢有影？伊教你英语哦。系啊，哦，安就是互相利用，啊，毋是，就是互相斗相共安尼。系啊，哇！我毋知影，佮有即个，我毋知影伊佮有即个服务，敢是安尼讲？敢若我有尔。哦，敢若你有，你是特别的。你像我个是伊的剪辑师啊，哦，这我知，伊片拢我咧教，这我知影。伊小腿拢我教，系啊，我的小特嘛拢是我教的。我教。嘿，我的小腿嘛是我教的。嘿，听起来要流目屎啊！这也无多，无钱请人帮我教。这就是家己栽一丛啦，就免看别人。我最近加 shorts 有想要，就是我最近的 shorts 较济是加迄个海信直播的迄个精华，啊，毋过进前有一阵仔我是另外录一寡我想要讲的物件，啊，录短短的即种。啊，我最近有咧想讲，我有小可研究，啊，我发现讲两种的迄个表现拢袂歹，所以我可能按算就是两种拢要做。嗯，我嘛有咧想，我嘛有咧想讲，敢有要另外用录的，毋过会较高工无迄个时间，较高工啦。而且你爱上课呢，你较无用。系啊，而且我爱处理三个频道的，其实足麻烦。三个哦，三个是你家己两个，啊，一个是甲人加 shorts。我一个啊，喜欢一个啊，最近搁有比赛。哦，你还有新的比赛？我比赛还未办了啊，你要咧办哦？系啊。哦，哇！你毋若了，你毋若开钱，你搁开开啦，开时间安尼。系啊。哦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明仔载要开力。我考即款袂使，袂使食酒。我考即款，考啥？我考即款天然纯水。安尼，
会使吼。哦，我做想要接迄个业配呢，我也好想要接业配哦，毋过我毋知影我会当卖啥。阮即马来复刻一个我5当前的代数。来，这是公司代志大的广告哦。哦，这是伊一开始，还未开始，伊是7月初1吗？7月初1开始播呀，2019年的7月初1。我有去帮因配。哇，5当偌情啊，5当情。我的代数要个记甲足清楚的，毋过声音变伤济啊。这无法度。老啊。毋是老啊，就是到一个年岁都无法度啊。啊，当然。你有要表演，还是？文化、生活、戏剧、新闻，全台语的电视台。7月初1开始，请锁定第14台。公司台语台精彩丰富，上介有意思。这个我有印象。上介有意思嘛，因为伊是14台。迄阵帮我接下来迄个工作人员，伊毋知影迄台数迄个意思是啥物，要创啊？伊毋知影有意思是因为啊，迄阵互安尼台数是上盖有意思，所以咱迄阵咧想讲是毋是爱念14？伊无甲伊解说，伊嘛毋知，伊嘛毋知。我甲问，伊讲像迄是安尼咧。伊就甲伊讲毋知。我迄阵会知是因为我大学的时阵，因为我大学的时阵，我有走去上台文系的课，阮就爱去公司台语台参观。参观的时阵，我袂记得啥啊，迄阵嘛是因的人员有甲咱解说，所以阮才知影。无我可能嘛英文嘛袂知影，这一数甲这个14的这个部分。今若要听我的声，就是等整点的时阵要换节目。这是公司台语台，转落来请继续收看咱的节目。迄个嘛是我录的，已经下5档啊。因拢要是继续用。因为足经典的。你变声是还咧变，应该是还未变了。变了啊吧？我毋知。变了爱进变一个，应该做无关系的吼。足奇怪的。是习惯啦，毋过就是，嘛是讲家己声音介歹听，爱尽量甲家己修饰一些。像我进咧放送的时阵，我的动作，迄是我家己的个人的特色。因为我叫做啥？我偷的无啦，其实嘛无讲啥物做特别，就是我以早国校的时阵，我有去唱迄个合唱团。迄阵还未变声。迄阵我就是唱迄个上悬的，毋过落尾就变声了后，我就声就变足低，迄就无可能啊！我其实嘛是一直拢感觉家己的声无讲介好听，感觉介奇怪，毋过都一直有足侪人讲无讲足歹听的，所以真正，但是家己嘛是无法度惯势啦，毋过都有足侪人讲其实无遐歹听，我就想讲，好，要是爱豆豆的关系。我声音有的人讲还好，毋过爱看我敢有特别去甲
击一声，击啊！会当击安怎？会当击安怎？你要击气泡的吗？好啊，试看觅。毋过我感觉气泡爱看语言。看来缘分哦。无呢，我感觉我咧讲无共语言的时阵，我会开迄个口气无共的影响着我，刚好我都用气泡出来。好啊，无要紧，你要用啥物语言拢会使。咱遮足自由的，啥物拢无限制。像咱我用问变数来做范例啊。变数。咱台语就讲，借问一个变数伫对。中文的，那个厕所在哪里？日语的，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？哦，有呢。哦，我想看觅。安尼我既然我已经叫你表演，我是不是应该来表演者？英语的变数是啥？英语啊。嘿，restroom。restroom 你餐厅。不是 restaurant。restaurant。restroom， 休困的一个房间安尼。我要问变数呢。你讲 toilet 嘛会使？对，就是伫迄个百货公司啊，啥物所在因会写 restroom。所以我是直接问会是 toilet。嘛会使，嘛听有。lavatory。那像嘛安尼讲，我毋知影迄我英语退步，我知影就是英国甲迄个美国的个小可无共。bottle water， 我。什么 water？你讲迄个？你无听人讲英语的迄个？你讲英国的？英国人讲 bottle water。bottle water。a bottle of water。a bottle water。对，因就是互相踢笑啊，这是一定爱的。我应该免表演吼。好啦，无我试看觅。现在台词是要问变数啦。我想要讲的，刚刚做好笑。无你要问啥？好，变数好，变数。歹势借问者，请问咱倒位有变数咧？敢有过关？你问我吗？问你的观众啊？我想讲，我毋知影因敢有互我过关，不要紧大家嘛会使看想要听啥物台词安尼哦。我有一个。你讲。我定咧表演诶。这准备些。什么？车练到。各位旅客您好，各位旅客您好。你是安怎做诶？你讲迄个动大的麦克风啊？你甲你的手扎，甲麦克扎起来。甲你的喙扎起来。甲我的喙啊。各位旅客你好，欢迎来到上，我嘛毋知。安尼敢有？有啊。原来是安尼。好耍。各位旅客您好，各位旅客您好，我单身。靠呀！各位旅客你好，各位旅客你好，我有心。干。拜拜。有心是迄个呢？串流。无，有心是讲迄个北斗内底有囡仔。我知。这嘛袂使哦。你进北斗内面有人嘛？介恐怖啊！你进是这个形体。我这个形体，我就是。所以你有假人。嘘，告诉你一个大秘密。我来探讨瑞看。我已经吃饱呢。哎呦！
你敢袂使？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，兄弟的大腿肉遐尼胖。哈？哈？你毋是要卖大腿肉？我甲你迄个斗宣传啊！哦，我卖互查某的尔。哈？你毋早讲，我就假做查某的。我无卖互兄弟的。你无卖互兄弟啊？哈？干嘛呢？系啊。我叫是你迄个穿迄个黑色的迄个玻璃杯，还是穿互咱兄弟仔来看的？是啊。我的观众内面的查某的，拢比查某的更较刺激。系啊。哪像是我我毋知呢，因为我知影有的人要安怎讲，可能我熟悉着较济啦，就是我熟悉着较济会穿女装的查甫人，嘿就是因会有一个，就是女性朋友知影的时阵，就会足想要甲伊装塔甲佫较水。我毋知影，就是对有的女性来讲，互迄个互古水的查某人穿古水的衫，比家己穿佫较有成就感。嘿，我毋知影是安怎的安尼。咱会当请迄个绿地的观众朋友，甲咱分享一下，到底是安怎的安尼？嘿。毋过我无古水啦，所以即种代志无发生伫我的身上。是吼。是啊。现在无要相信我。啥物？有人讲我今日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会使，我嘛会使。你那是目睭无？你敢出去点尔？我目睭就生安尼啊。我目睭就我正边的我开始无法度。我的目睭无遐尔啊灵动。不灵活。我来看觅我有啥物物件会当分享。下礼拜我的live你内面。好，咱要来算这呢。好，阮遮有人讲300订阅就爱看花季女装，是安你。嘿。来看你有啥物物件。我遮无呢。看到啊，这支是迄个麒麟老师的，敢是？系啊，麒麟老师的迄个蜡烛武士。靠腰，我毋捌想过有即种物件会出现伫我的。卖，迄敢是用过的？卖。我刚刚睇过尔。你刚刚睇过？用手吼。以前我拢是拄别人的。好。所以尽管可能有别人的味。夭寿。我无遐妖呢。这是我这是你的奖品。这个是我的1.0。我知影有，我对这较有印象，因为我平常时拢是，确定我敢若我伫今仔日进前敢若看过即个皮。来，继续等你。我遮较无物件通等呢，我看者。来，第二个是这个。哎呦，先大声。系啊。我记这嘛当叮当，这嘛足够水的。这个。你看，我有李小璐的卡会当装。你是原底就想讲会当安尼呢？
阮是尾啊，伊即个配出来了，阮该选择讲会当安尼算啊。好，好，我今嘛会当互伊拿着我的头壳顶。我会无法度，我有迄个蜡烛，我会烧，我无法度。哦，原来你是即种人，原来你是即种人，我太以早拢毋知。伊会迄个我一害。阮遮还袂走出来。伊即个皮像迄较重，本是较重，较济。哦，有。看到你头壳顶的美少女，伊是对着伊目睭是对着你叮当呢。嘿啊，哦，我毋知影是安怎恁遐看袂着，啊，毋过我家己即摆伫我头壳顶放一个手咧甲我摸，啊，我毋知影要安怎甲刣掉，咱就互伊继续安尼，咱竟然咧算这。啊，你阁有啥物出头？安尼惊死咧！迄系啊，我要转出来啊！迄个蜡烛的油要转出来哦，啊！确定一开始是要讲迄哦。我毋知啊，你爱问迄个观众朋友啊，来确定呢？还佫有即张吧？这来看个有啥？哦，对，这你的跳跳。哎呀，我会记你手头嘛是有迄支，迄是另外一张啊，啊。迄是另外一张。你是落尾才另外搁用一张啊？你是讲即张？迄袂走出来。啊，对。啊，原来是安尼。好，咱想看卖，讲啥物话题？你伫学校应该是无啥物机会讲台语吼？系啊，诶，所以即马才直接练台语。嘿，系啊，恁即马学校应该无台语课吼？我读外语学校是刚有可能有台语课，哦，一般的高中应该是有。嘿，啊，毋过我有听讲嘛，毋是讲逐年拢有。哦，系啊，对啊，像迄一年的有尔。对，就是意思啦。有相对就好。唉，这也是无法度的代志，所以我才咧做迄啦。我才会安尼，逐工拢用台湾话讲一寡无正经的物件，就是为着要互人较想要来看。我最近咧想一件代志，嘿就是，我有一个，阮爸爸遐有一个朋友，嘿，老人啦，差不多60-70岁啊，嘿已经做阿公啊，因孙啊，迄个老师经去做台语朗读的选手吧，就是爱训练嘛。嘿，伊迄网络顶管是拢会有歌互你download落来练习嘛。对。就是因老师甲讲，你若袂晓念，你问恁阿公。哈，毋过阿公敢看有迄个？阿公看无台语字啊！呀，干，我毋知因老师咧讲啥物笑话。我老师就是家己无想要处理，毋知安尼讲。就等来我遮啊。啊，你讲因迄个老师，因迄个老师是因是国小毋？系啊，哦，所以迄可能是级任的老师。系啊，嘿，因为阮嘛有类似的情形啦，就是阮兜嘛有国小老师，伊嘛袂晓台语字，所以伊的迄个，所以阮厝内人的无啦，嘿，即摆国小阁有另外请一个
台语老师。阮兜阮厝内人伊迄个国小无哦，毋是讲逐间拢有。是哦。因搁较就是讲可能无重视。嘿，安怎？我之前2年时，我毋是讲我2年时阵去比台语演讲比赛。对啊。我迄阵比甲高雄，这区的人拢知影比赛比台语的拢知影我会上。哇！迄阵就有一个老师一直讲叫我去因学校上课。哦，你是讲叫你去教学生安尼？无叫我去做学生。伊迄间学校，伊要甲我栽培。过当啊！结果我毕业了后，过去2冬，等下我听阮进前的老师讲，你敢有熟悉一个台语老师？我讲啥？就讲台语老师上课会放我影片。哦。讲，伊上课时阵上到尾拢放我影片落教学生啊。有一摆就过开，我有一摆就趁园游会等去开讲。结果咧，你有甲讲你知影即阵代志无？系啊。又干嘛呢？伊认袂出来呢。哦，已经袂出来。伊放我影片，毋知影是你。佫有即种代志？我无甲收钱就做好啊。嘿，有影。而且是足侪老师拢知，因为伊教几6班。哦，毋过因为要安怎讲？毋过就变做是你咧替伊上课呢。系啊。无要紧啊，主要是我频道的一开始的迄个理想的有对啊。因为我迄阵就想讲要用讲笑课的方式，因为我毋是拢我的笑课内面毋是拢有对话吗？对。就像你学英语共款啊，你爱听人讲，你毋才有法度为内面的对话内面的词一个一个学嘛。有影，这足重要的。系啊。无毋对。其实我会想要招大家做包括咱脑可能嘛，脑可能，佮有迄个 Minecraft。其实我嘛拢是安尼想，我就会想讲，咱爱加用台湾话对话，就算讲一寡无正经、无营养的代志嘛，真好。就互迄个想要学的人，就会当听咱安怎对话，安尼来学是较有效，而且无营养的物件，无正经的物件，佮较互人想要听。上无我拢是安尼想。其实我嘛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想要迄个人伫国校啊教台语的时阵会当放我的影片。毋过当伙记即个频道的物件，应该是袂当互国校的囡仔看。不过我有另外一个频道啦，这你敢知影？你敢知影有即个频道？你有参考我过啊？对，伊就号做你敢知影？内底就是讲一寡足无聊的撇知识、冷知识啊，就用台湾话讲，迄嘛是希望会当伫学校的台语课。路上掠一个台语老师，掠讲你敢知影一个频道叫你敢知影？对啊，这都好笑啊！我毋知，好，即摆你知影，摕去放互你的学生看，有够无礼貌。你敢知？我毋知。我毋知，好，即摆你知啊。是讲你讲。国中的阮国中有老师是，因迄阵讲政府咧欠台语老师，所以因爱训练一般的教职员去学台语。阮迄阵我有一个足熟的地理老师，爱有去训练。我会跟伊交流台语啊。尾啊，等去找伊，我嘛是拢跟伊讲台语啊。袂歹。我有去上，我有上一节伊的台语课。就迄阵，我讲
还可以去上一下你的课吗？伊是用台湾话教地理哦。伊是教地理的，毋过伊嘛是有教台语的。哦，所以我迄阵就甲讲，我会当去上这个台语课无？嘿嘿嘿。啊，伊就讲好，我就对咧。迄阵拄啊好，我上伊要上的迄班的班导伫遐。哦。因为我是毕业生，我不应该出现伫遐。嘿嘿。啊，伊就讲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来旁听的。就尾要求互你听嘛。哎呀，迄个老师怎样会上？哦，你出名。问讲，你哥哥是那个吗？我说对对对，哪一个？我们家多姐的先硬讲对。哥哥是那个吗？上次欠200万没有还的啊？对。不对。你还互人讲了啊？国中1年的时阵，真正欠200万。阮第一个生物老师，伊第一摆上课就请假。是安怎？伊迄个代课老师在甲阮开讲。伊嘛毋知要创啥。你有想讲恁国中毕业要创啥无？你有想讲恁以后毕业要创啥无？就叫起来问。很酷呢。问到我会甲讲我要做 YouTuber。伊就讲，不错啊，我们学校之前也有一个学长也是 YouTuber 嘞。他那个做特效做得很厉害嘞。那个我知道啊，他叫6级啦。我知道啊。那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跟他的姓氏是同一个嘞？有影呢，这其实你们姓氏比较少见，应该要想得到呢。哎呀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嘞？嘛是介好笑。我就刚才上过伊一节课，就迄节课了后，伊日后拄着我拢，毋知安怎做有礼貌。啥啦？做出名的，大家惊。我听起来你算歹人呢？有啦，会当用较平辈的方式甲老师，因为我感觉一般的人的特业老师是因为有一个隔阂。有一个迄个。不过我感觉我做实况了后，我开始知影大约会当掠着讲我要安怎扛一个人打破迄个隔阂。无你一般要扛，你要扛陌生人讲话，你要破冰其实介麻烦。就扛阮联动啦，要讲话，阮其实嘛做歹去讲，我要安讲，就是我感觉这段时间这实况训练起来，我会当最容易的扛新的人熟悉起来嘛就会开讲。讲到这有影，虽然我也无做偌久，毋过就是真正做这道真正是会对咱有一寡训练，就是包括咱对观众安怎讲话，也是咱对这个无熟悉的其他的创作者安怎讲话，这真正是对咱安怎沟通，也是开讲，真正是有帮助啦，真正是会学到一寡物件。你拄着的观众的，大家人的生活拢无共。对。大家人拢会分享因家己的故事。有影啊！而且像讲，像你嘛有 Discord 的迄个一个家己的社群，对。若是有人伫遐分享，你就真正会知影，足侪人有足侪无共的生活的方式，真正是足趣味的。对。所以若要向人开讲的，会使来内容人讲。毋过我真感觉你有较厉害，就是因为平常时我要练动都做紧张的，毋过咱今日要开始进前，
甲你小开讲，我真有较真紧就较袂紧张啦。这我感觉真正是，对你伫即方面真正是有才情啊，有才情。因为要跟人谈话进行，你要先互对方，就是你要甲引导，袂当互紧张。因为你若紧张的话，你两个人就紧着。像阮今仔若跟一个陌生人讲话，咱毋是会先伫遐嗨对对对，嗨了段，对，因为你爱跳脱迄个秩序啊，你若伫迄个秩序的聊天，你无法度接袂落。放轻松咧开讲，所以就是我爱先跳脱迄个就课本家己的，你安怎去识一个人的方法？啊，你是讲迄个 I'm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？ 你爱先跳脱出迄个框架，你用你跟你朋友咧讲话的方式，咧较放轻松咧，跟人开讲。莫互人感觉压力多大，系啊。有影有影。我进前做咖啡厅的时阵，嘛是一直想要，就是虽然照你来讲无应该安尼，毋过我着做想要甲人客打赛。对，进前我想着较好笑的是，有人客问讲迄个，伊着毋知影要点啥，伊无法度决定啦。伊就讲无你推荐一个你上爱啉的好啊，我就直接推荐伊上贵的。我若做餐饮，我应该买安尼。毋过我若袂一开始我较菜鸟的时阵才会安尼，毋过落尾我想着，其实我卖较贵的，我嘛袂趁较济，所以我拢我以后我落尾我拢推荐迄个我做起来上介简单上轻巧的，落尾变安尼，对啊。火鸡敢会啉酒？无啥咧啉酒呢，毋过我若压力足大的时阵，我会啉一罐秘鲁安尼，这应该无算足济。你是会醉的迄款的？无啊，我啉一罐秘鲁是袂醉，我袂啉甲醉啦。你有因为你有听一个理论是讲，啉酒了后，你的语言的你讲咱讲外语的较迄个，嘿，我是感觉伊除了外语，你要讲，就是你家己的母语，不管是国语还是台语，有可能哦。你讲的内容会较趣味吗？我嘛安尼感觉啊，我要讲可能是因为咱较袂想遐济，较无法度控制家己，颠倒着较袂去想济，较会当讲出一寡有诶无诶。嘿，啊，我是安尼感觉。我是感觉讲你较轻酒松，你袂当，你毋免做较约束家己。虽然你家己的意识知影讲，啥物会使讲，啥物袂使讲的，毋过你伫一个谈话当中，你若较轻松的，你会当想较济的内容。对，会当分享较济有影。对啊。嘿，毋过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定的无站责的人，就是我有时啊会甲人讲一寡无应该讲的，就是有一寡代志其实上好莫讲，毋过我就是总想要分享，就无细节讲出来，所以可能嘛因为安尼，我就较毋敢啉甲醉，因为我就知影讲我真正会讲伤济无应该讲的。即摆当来讲歌。要讲啥？我也无酒啊，我边啊无酒。就在你问啊，你若敢问，我就尽量回答嘛是会使。敢毋敢？毋敢啊？哈，毋敢啊？我是啦。不要紧，我嘛是，哈哈。不要紧。那后摆若要开食酒的开讲才来讲，酒杂的时候再来乱来。
伊利出现啊。对，伊利你好，今日拢无甲大家小借问啊好，来报一下好啊。到迄个，咱是讲开点半钟啊，即马拄啊好10点啊，开始会当小借问啊。我先来好啊，社畜1号安安，疾风安安，修龙子你好安安，小师妹初见平安，刘克恰安安啊，朱聪安安，有南hen狗安安，伊利安安，好，我讲完了。恁继续。好，继续。啊？好咧？我小姐问了啊，嘿。哎呀。我今日早就问了。啊，你早就问了，你较有礼貌，甲我无共款。我讲你讲话迄当中，我已经关麦克音了啊。哦，厉害。啊，咱原底这个节目设计是拢是按算点半钟，嘿啊，咱拄好嘛，差不多10点，嘿啊你敢有感觉讲无够开，想要加讲寡，还是你想要来歇困？看你啊，我拢会使。好啊，我是淡薄点，因为我最近委托较济，嘿，所以的小可较忝淡薄，嘿。而且我有即个一寡有诶无诶梦想，想要来实践者，嘿。我应该是袂讲甲去办比赛啦，啊毋过。咱当搁加开一个话题啊。好，来一个。咱当下课的时阵在讲，你敢有为你的梦想做过啥物努力？这是你是讲下课的时阵？无上课的时阵在讨论嘞，来讲，你有为你的梦想做过什么努力吗？嘿，咱问到我的时阵，我甲讲，我这个人其实无梦想，因为梦想就是做袂到的，才会叫梦想啊。嘛是会当安尼讲。系啊，我若今仔做会到，我迄就叫目标啊。嘛对啦，嘛对。呀，我已经叫梦想啊，我为虾米搁还？遐尔啊，过来去对这件代志。嘛，安尼讲嘛是有理，嘿，若我来讲，我会讲，无毋对，梦想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度完成的。比如讲，可能我的一个梦想，就是希望，大家会当用台湾话做足侪无正经的代志，哦，比如讲用台湾话。做一寡见笑台，还是用台湾话拍电动啊，就是有这个台文的电动啊，啥物货啊？对我来讲，可能永远我这世人可能拢看袂到啦。啊，毋过我会为着互这件代志会当实现，我来做一寡我会当做的代志。啊，可能我有一个梦想了后，我才来设定一寡目标啊，可能是。甲即个梦想有关系，然后我讲我是会安尼讲，这是我家己的想法。头拄仔讲的是真的啦，我一个梦想有影是安尼，就是希望大家当用台湾话做个有诶无诶，做个袂当讲诶，迄嘛足重要啊，就是对啊，一个语言应该当用伫生活当中每一个所在。开始是安尼。对啊，要紧啊，对，较早困较有面，面梦内底啥物拢有，有够悲观的。好，咱今日就安尼向来结束吼。好，期待咱后摆再来开讲。OK，好，感谢绿地来找我开讲。再会，多谢大家啦，再会，拜拜。拜。